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我来到了苗栗狮潭乡的新店社区。在这淳朴的客庄农村气息里，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彩绘老街。很难想象一开始这里只是客家妇女们每天洗衣服的小径。这边呢是我们狮潭乡新店村的神秘小径，以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条路。以前呢这边有一条大圳在那边，那个圳呢就说以前我们灌溉农田的水圳，那居民呢经过这条路来那边洗衣服啊、洗东西。那后来因为时代一直改变嘛，那农田呢很多都没有再种了，所以那个水圳也就废掉了。这边呢路呢又慢慢的盖房子。盖起来之后呢，就变成这么小的一条小径了。很多的观光客，那从这边经过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神秘小径一点都不神秘啊，里面也没什么内容啊。那我们也觉得，真的是没内容的。那刚好我们公所有一位杨先生，他有那个绘画的天分，那我们就请我们杨大哥彩绘，顺便呢，我们带动地方，像狮潭国小、狮潭国中。还有我们社区的妈妈、乐龄居民共同来参与。彩绘老街从一个人的活动，慢慢发展到整个社区的居民都争相开放自家的墙面，让大家来彩绘。社区邀请居民一起来作画，缤纷的色彩也让宁静的农村里多了热闹的气氛。来到这里，还不能错过这超过60年历史的谷仓。黄大哥，我发现啊，这个建筑啊，它有充满古色古香的红砖墙。是这个红砖墙是以前就留下来了吗？因为这个是一个战备粮仓，对狮潭乡来说，那些稻农是很重要的一个存放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墙上有这么多照片啊，我刚刚看后面也有，这些照片都是过去的生活嘛。对，让游客回味客家农民他们耕作的情况。狮潭老街闲置的旧谷仓活化，不仅重新整修了谷仓，更保留早期农民碾米用的器具。一方面可以做教育观光解说，另一方面又可以将整理出来的空间作为未来社区举办英文展览或是活动使用。穿梭在历史的长廊，遥想早年的农村风光，更能感受到新店社区朴实以及新气象的社区魅力。